在地新闻，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过年哦，有真侪乡亲拢会买乌鱼子，小心哦，会买到品质不好的。尤其即摆正是惊迄种一喙食的乌鱼子，因为已经切片来包装，所以无法度看到规片的外观。讲若是这个品质较歹的，口感是真焦，还佫真甜，这可能已经放真久了。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要买乌鱼子进前哦，都要加看。 加问，而且要来选择到有信用的店家，安尼较妥当。说口感像豆干，这是周先生在新达港花1250元买了11小片的乌鱼子，从市场买回家的乌鱼子一边大一边小，形状扭曲歪斜。 大底乌鱼子用高粱烘到外酥来软，切做一片一片，会当当做酒配。这几年时行一喙食落去，要来抢办大人商机，是非常受欢迎哦。这不管你是家庭聚会、开 party， 或者是只是小酌，都可以。 新竹竹北这几年因为气候真冷，风阁真透，饲乌鱼子的技术是全台湾1.1的。原因是跟我们的纬度高、九江风、水温够低有关系。它可以让它身体的油脂转到籽里面，所以我们的乌鱼子其实色泽的亮度非常的亮。 竹北勇士班的班长柯宏立用科技饲乌鱼子，鱼池内底机器会当随时知影温度、算基数，加上干饲一成品，用苦来饲乌鱼子的口感，袂输野生乌鱼子。你看到这个颜色哈，它比较偏橘红哦，这种颜色大概是我用水果来比喻哈，大概是9分熟。要分乌鱼子的品质，会当看伊的色水来讲。 那来到这种颜色，大概已经接近10分熟，哦，10分熟。那这两种颜色，它的口感，这种10分熟的，它比较浓郁，哦，这个会比较清淡。一般来讲，用苦来饲的乌鱼子做进前拢会先放火，数上要到分，伊色水是柑仔色，等级上悬。啊，若色水愈深，代表愈高分。另外，无放过火乌鱼子，色水卖较我乌色、柑仔色，迄味食起来等于无同。你看它颜色这么深，可是它却没有出油。柯宏立讲，若看到乌鱼子的油走出来，色水深无通讲，代表可能放真久，无青，口感袂真歹。 混充卖也是有啦，一般会有的是养殖的，它会当成野生的卖啦。乌鱼子有分野生含用苦来饲的，上好分辨的方式，野生乌鱼子有2条显目的血筋，佮有4条血筋散出去。啊，若养殖乌鱼子血筋较无明显，即马市面上真侪人伫咧卖一喙食落去的乌鱼子，切片了后就较看袂晒出来。大概价差大概有1-2成啦，因为这个乌鱼子。 它除了原料以外，它的加工技术、它的制成，其实是影响一片乌鱼子的风味，这个部分也占了很大的比重。乌鱼子佮叫做乌金，有真侪维他命 A、B 群含矿物质，营养真悬，是过年真侪人拢会传的单路。民众买的时阵拢爱真细腻，唔通去买到歹乌鱼子，啊，价少煞真贵。